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上次我们那个讲那个八热地狱的部分，回去有没有？回去的时候有没有思维？有没有实修？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去实修啊？啊？好，因为那天有回去以后到今天有实修过的人，就是要举个手，看有没有你有实修是吧？你也有实修，还有哪些人？3个人。好，那没有实修过的人举个手。全部没有实修过的举手啊。好，很多人没有实修过。那除了这些以外，你们都有实修过是吧？好，修习你怎么实修的？就是思维那个八热地狱的那个，能不能上个礼拜五讲说，叫我们自己去感受那个痛苦，对。那自己去感受看看，然后等那个过程当中，在打坐的时候也会去思维，然后就会了解说很多事情，当我们起心动念，或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离轮回也很近，离涅槃也很近。离轮回很远，离涅槃也很远，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好坏的差别。然后比较这样的实修，讲白话一点是说，我们比较不会去造恶业，我们会有一个警惕的作用。会有作用是吧？对。好。那回文呢？试着观想死亡。试着观想死亡。然后想说，那个身体就是尸体。然后想说身体怎么死，然后想说那意识会怎么死，所以有问题想问。然后你说。就是想说，如果肉体会腐败腐坏，那死亡之后意识会不会像烛光一样也会熄灭？什么？没有听懂，你就大声一点给我讲嘛。好，就是死亡。在试着观想死亡的时候，想到那个身体物质的部分会那个腐坏、腐败，然后会慢慢消失在这个物质世界，然后就想说，那意识它会不会跟身体一样，会像烛光一样，也会熄灭，它也会消失在这个物质世界？好。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就是人类的死亡的部分。人类的死亡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就是有肉体，对吧？那么我们就是在修行人，在佛教的这个名词上面来讲到，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我分别有3个部分，就是身语意。身是我们的身体，意是我们的语言，意是我们的内心心。那么这也是分别于我们在修持的过程有世俗谛、圣义谛2种的分别。就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我们的身体是存在的，语言也是存在的，心也是存在的，也这样的区分。那我们的心在哪里？就是在心脏里面。可以这样的话，就是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可以的。但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无我，完完全全无我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从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是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我执着的一个形体，并不是我。肉体里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呢，就是所谓的就是没有一个心的存在。实际上这样。但是我们修持的过程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众生，也为断除一切执着的过程当中，以世俗谛的方式去修持，所以我们把一切都是有的，所以就是我们修善有善的功德，造业有业的果报，以这样的想法去修持。那么到我们最后要死亡的时候，不管你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死亡，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肉体根本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灵魂没有办法带在肉体，是有一种原因。相当肉体是当初从我们形成一个肉体的开始是什么时候？那么在父母交合的期间，从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种因缘，
就是缘起是作为基础，就相当就是一个种子一样，种子埋在地下面的时候就开始有可以发芽的一个缘起，所以这样就相当就是男女交合的时候呢，那么就在父亲或者是男生的白菩提跟女生的红菩提，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名词上讲到就是红菩提跟白菩提，这就是八项名词里面所用的那个名词。它交合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个可以形成肉体的缘起就开始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会不会形成一个肉体，就是主要还是灵魂。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众生的灵魂进入的情况下，不可能会产生一个形体。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是会有以灵魂的存在，这些来说的，那以我们佛教的这种角度来说的，那就不对的。从在父母交合的期间，灵魂就进去了，所以就是灵魂是已经是在存在里面，灵魂是看不到的，其他的肉体的成长，你就是比如就第一个就是黏的什么就是怎么说呢，长的这些各种的形状，这些都是变化，这些变化是物质的变化是看得到的。从科学来说的，这些是看得到，这个更前面的这个灵魂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灵魂开始就是有形成了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形成也是有4大的因素，地水火风空五大的因素，5大的因素形成了一个肉体，然后形成了一个生命。生命呢就是灵魂，一开始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生命相当进入的对境是什么？父母的交合。所以红菩提跟白菩提的这个怎么说呢？交合，所以就生命就可以在这里进入一个灵魂，就有一个生命的开始了。所以生命的开始是第一个，肉体的开始是渐渐的，就是要经过10个月，也可以说是9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出生了，就是一个人，对吧？所以当他最后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而且他整个的过程当中，整个的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是身体是靠什么？身体这个肉体还是一样的靠5大的因素，5大的能量的因素，地的能量、水的能量、火的能量、风的能量、空的能量，这都是要聚集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所以就是人是活着的。到最后死亡的时候呢，5大的元素都是一个的分解。它分解到哪里呢？火的元素呢退到火大里面，风的元素退到风，空的元素退到空，就这样5大的元素都进入本身的这个5大之中的时候呢，肉体就相当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呢，就是灵魂离开了肉体而已，肉体是最后就当然就消失了，也可以这么讲，你就把那个火化也好，什么也好，肉体消失了，但是灵魂呢，本来也是没有消失过，但是到最后也是没有消失过，它在的位置换了而已。曾经你住过的那个房子已经不行，就像一个人曾经在一个地方，他有一个房子，他住在那里，那个时候呢，那个房子就是他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坐在我们肉体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肉体身口意的其中的这个肉体是我的，所以就是叫我。但是这个肉体不行了，要离开的时候，当你当初有一个房子，你认为那个房子是你的，到最后那个房子不行了，没有办法居住了，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住下去，那个房子已经破了、坏了或者倒塌了，那你要离开了，但是房子倒塌了，不存在所谓的这个房子，当初的你那个房子，但是还是你的存在啊。所以你跟这个房子的关系，我们跟灵魂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的灵魂就是离开了肉体以后呢，那因为前面是人，所以中医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样的，前面的那个人一样，
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幻想，他有一个肉体，他有一个形体的那种执着，但那个时候并没有肉体，但是他自己认为呢，还是一样的有这个肉体，所以他也一样的感受到所有的苦乐，中医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的幻觉之中，就是完全具备感受所有的苦乐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原因，所以这灵魂是不会消失的，也不会没有的。所以人死了以后，就像那个一滴水放在那边干旱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一团火烧完了，什么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存在所谓的前世与来世，也不需要感受那么多的这个长期的那种痛苦啊。但是人往生，人死了就不是这个样子，人死了，所谓我们的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肉体就不属于我们了。但是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现在认为的我还是存在的，因为是一种执着，所以这个执着呢，就是中阴的过程也没有办法断除，所以到最后又变成恶鬼也好，地狱也好，人也好，还是一样的重复的。原因是这样的。那你刚刚想问的是差不多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是。好，好。怎么了？我问问题。要问问题可以问吗？可以问啊。就是人现在其实说实话就是试着想要。说实话不太相信。真的，就是要关这个是说实话在关不太出来。然后有时候要关又觉得好像很痛苦，但是在关的时候反而会。在练习的时候，反而会浮现，就是说自己可能曾经有些经历的心理或身体的痛苦，然后就是想说，就把它那个痛苦就会想说，把那个痛苦就是观想成说，就过去或现在曾经受的痛苦，替众生来受，然后练习来发菩提心这样子。但是如果要真正观这个所有八热地狱，说实话，在观的时候，有点。关不太出来，就是在这个，就是，但是只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不是可以就是用在自己的经历比较相近的地方来做练习，这样。可以啊，自己的经历是什么？哪些经历啊？就是可能在要关这些什么地狱之苦啊，这个在关的时候是关不太出来，或者是可能觉得太恐怖了，所以有时候就有点就关不太下去，然后可能就是反而在这个时候反而会就是一些念头啊，或者是就是会想起，比如说自己曾经受过的一些，不管是身体或心理的一些难受啊、痛苦啊，但是那反而会浮现出来，这样子。好，这样浮现出来也很好。那种时候就是要观想一切众生的痛苦。那比如说你就观想不出来地狱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应该可能是有些杀鱼、杀鸡，还有那个烧烤那些那个怎么说呢，虾跟螃蟹煮在那个火锅里面的那些。也是想一想，如果是自己的身体，现在是自己的身体是最有感觉的嘛，肉体。如果是在就80-90度的高，或者是100多度的这种高温，或者更高的，就是相当于600度、700度的那种高温的煮的这种水里面，然后自己的一个手指模就是要伸进去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比如说一般就是60度以上的水，你可以受得了吗？这样去看，那自己的一个肉跟皮肤，如果是60度以上的或者80度以上的，这样去看一下。那些呢，就是能够可以在火里面烧的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是多痛。那地狱也是一样的，地狱的呢就比那些更严重的，那就根本就不用讲那些。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是中午，就是在这边的。怎么说呢？天气最热的时候，
出去在外面看那种贴的那个马路上盖的那个贴的那些铁板上面，用那个钢脚你踩一踩，那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是不会受伤，但是你可以忍得了吗？忍得到吗？忍不忍受？这些去看一下，那这些都忍受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地狱的这种大的那种热铁的地基是多么的怎么说呢？恐怖的一个地方，这样去想。那么这感受到恐怖的时候呢，自己如果是感受到的时候，就自己就可以就是相当就是忏悔。过去如果是有所造这些的恶业的话，就马上要忏悔，或者为一切众生。那如果是自己感受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想地狱中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地狱中的这些众生有多么多么的痛苦。那么这些众生里面有我的父母亲，那怎么办？或者我在世的父母亲，我在世的最喜欢的人，最重要的家人，那些都是，如果是他们明天就要到那个地狱中的，那怎么办？就像这样去看，那我们就是地狱，相当就是痛苦的方面来说的，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跟那个监牢比较，但也是稍微相同。我们从概念上来说呢，就是地狱可以把它一个非常非常的艰苦的一个监狱去可以这样看，但是监狱里面的那些人犯跟那个怎么说呢？地狱的众生，从他的痛苦的时间跟程度来说呢，完全没有办法比较。但是我们人类非常害怕的就是一个人要坐牢的话，那很害怕嘛。所以你看一下，明天我的亲生爸爸要坐牢的话，那你会有什么感受？那这样去想，那但是地狱比这个更加的痛苦。但是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没有办法肯定说明天不会投身在地狱的这样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保护啊，所以就更加的就是感受到恐怖，看到这些的时候呢，自然而然要相处时间轮回当中，我们这一次的人生的这个宿命、时间等等的无常性，感到无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赶快修持佛法，这才是对我们生生世世当中最有利益的事情。所以时间的说是很多事情可以放下，不是怎么说呢？真正的为了生活以外呢，很多事情是可以放下的。那你把生活的事情都放下，要那样讲的话，那肯定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但是呢，就是除了生活以外，就是有些有的没有的，有用的没有用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放下，所有的时间都是用在修行上，好好的去使用修持的话，那就可以修很多，所以会起这样的帮助。还有没有？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试着在观修无常的时候，有想到说，那身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可是就想到说，那有没有可能我身体生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头也是跟着感觉这个生病的痛苦？可是有没有可能身体生病，可是我心里却是健康的？所以就想到说，那这个身体跟心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绝对的吗？然后有没有主被动？其实因为所有的所谓的我是一种执着，所以你所谓的执着呢，就是你今天相当就是在身跟心这样的那个有两种分别的话，实际上没有什么一个所谓的心的存在。我们平常所讲的我，也实际上真正的去寻找你的整个的身体里面哪一个是我，是没有一个独立产生的一个我。我们从头顶的头发以下跟脚底的脚趾末以上的整个的身体的里里外外，翻开了所有的，剖开了整个的身体，然后翻开了所有的五脏内腑，全部都仔细的去找，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我，全部都是我的，流出来的血也是我的，切下来的肉也是我的，连一根毫毛都是我的，
那所谓的心，大家都认为是心脏是心，但是心脏是我的心脏，并不是我。所以就是这个执着是与我们这个轮回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执着。所以因为有这个执着，所以肉体上所有的你刚刚所讲的一样，你手臂痛或者受伤了，那你刚刚讲指的所谓的心完全是没有什么连在一起的关系的情况下，心应该是不那么痛苦。就是手痛的话就是痛，那手是当然痛，但是心不应该痛。会有这种想法的话，当然可以这样想，但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执着，不是什么心跟那个手有什么样子的连接的问题，不是这个，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所谓的执着是执着有大与小的区别。一个手指头断了，它就是为一个手指头的执着；整个的手臂断了，它就是有对整个的手臂的执着，是比一个手指头更大，所以呢，就是痛苦也是更大。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东西，因为你也是对它很有执着，所以今天把这个你的这个东西生坏了，或者是被人家抢走了，你也很痛苦。但这个跟心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因为是执着，所以一样的痛。所以同样的东西跟你的手指头又不一样。那手指头呢，就是肯定是比一个东西更珍惜嘛，更重视嘛，所以就是比那个更痛苦。手臂那就更严重了，那或者是脚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是有执着的大与小。就是一个皮肤上只要一点点小的受伤的话，当然也是会有一点点的痛，但也是这些执着不是特别大，而且是知道应该会恢复的话，那痛苦就很少，就是这个样子。那要不就仔细的看，不是要不，如果是仔细的去想，今天你的手痛的时候呢，痛在哪里？就是痛的就是我，不是手。实际上，因为这个是我的手，所以就你会痛啊。已经执着了，你的执着已经帮助了，这就是属于你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好，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就是下礼拜六呢，我们要讲那个往生之苦是吧？出生道的那个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就要做回向啊。我们今天所讲课跟听课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高深大的上师善知识们长久主持，法轮常转。愿一切众生获得短暂与究竟的快乐。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有很多的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痛苦，疾病的痛苦，战争的痛苦等等等等，人心不安的很多的痛苦，都是要早日远离人类世界。愿一切众生早日成佛。娑那门多有同觉随法也多念一个赞那法界心学那切阿让之法是不自力若干着将把大外界单将把当成的让把这样对象这啦感觉其实的路径这啦的大法然得我三学不要当解解我空了就得我不觉就走那个就从不学学了的我马兰加伦的单就个在大印度了看了这些真的从不见不想那啥你那马日东啊小上几个山一个小拉东去年那就真不想
轮轮没有南北上来解决大我阿妈这把哟。好，谢谢大家。Командая танже зикра Дане небе дана панжети Хега нанже валон чубая Зубан чолен рокан рова